想揾一間全廣東話溝通嘅牙科，維港後康服務超過30多個國家同地區嘅顧客，線上廣東話諮詢，過半醫護團隊廣東話接診，服務5星好評。提前預約即可申請免費 CT 檢查同400蚊優惠券。各位，今日咧我就要同大家講講咧喺上個賽馬日，即係1號嗰日咧頭場嗰隻競進天下點解會輸，同埋點解輸得咁凄慘咧啊？咁嗱，我陣間有段帶係放俾大家睇嘅。嗱，其實呢一場馬咧，潘頓咧同我嘅睇法一樣，佢咧就早已認定呢個競進天下咧就係佢嘅假想敵，隻佢都唔跟，隻佢都唔去做一個咩嘅陰謀，偏偏咧就喺競進天下度。嗱，你睇佢出閘嗰剎那，至到轉彎同埋入直路嗰啲動作咧，大家就知道㗎啦。嗱，咁仲有一樣嘢咧，我想同大家講嘅，兩隻馬邊隻好咧？嗱，首先咧入直路嘅時間咧，就係威威父子咧封住隻競進天下彈嚟先嘅，一彈嚟咧就彈嚟2個馬位㗎啦。咁呢個威威虎彈嚟2個馬位，但係追唔追到頭馬？追唔到喎，都係第4、4、5咁樣嘅啫喎。好啦，咁競進天下咧就要後發先至係都冇份嘅，但係咧佢追翻嚟咧係追到嗰隻嘅威威父子嘅，即係換一句説話講，威威父子1,400嘅能力就喺呢個競進天下之下。如果1,400再跑都係競進天下贏，只不過競進天下呢一次輸係輸喺邊度咧？就輸喺同一隻馬嗰個發生嘅事件度，我陣間再講。咁咧你可以睇到咧呢場馬咧競進天下咧入直路嘅腳法咧係大步咁攬下。嗱，講競進天下嘅後勁唔係超強有啲後勁，但係都有 one pace 啲。佢咧啲隻馬嘅跑法咧必須要喺直路咧全望空去跑。嗱，呢一次咧可以叫做陰溝反旋，就為奸人所害。咁但係唔為奸人所害都好啦，我相信佢都贏唔到嗰隻頭馬嗰個僆妹仔騎嗰隻都係贏唔到嘅。人哋走順咗，越走越右。競進天下如果呢場跑咧，就最多咧都係攞喺個位置嘅啫。咁日後點樣睇競進天下咧？我睇喺呢個班同埋呢個分咧，都係位置機會多。要贏咧係唔容易，因為嗰隻全程路通咧喺度，有全程路通咧，佢一定輸俾全程路通。好啦，咁我睇馬咧就個睇法咧係唔會錯嘅。嗱，大家先睇一睇一條帶先，咁然後再講啊，好唔好？好宇宙之光啦，內欄紅衫紫色眼罩，仲有紅當當啊！攞出去外邊嘅馬啦，有威威父子啦，競進天下啦，最出嗰邊仲有夢幻進區噶，最後300米到啦，全程路通拋離咗後邊嘅對手咧，有2個馬位噶啦，後邊嘅馬原欄追咗少少啦，有不假外求啊，中間位置仲有志在福星啦，威威父子響外邊啊追啲，中檔咧仲有紅當當啊，最後100零米全程路通拋離後邊嘅對手最少2個身位咧就先拔頭籌噶啦，跑第2名嘅馬不假外求啊，第3紅當當，第4名係志在。各位嗱，你哋段帶就睇過啦，你哋同唔同意啊？咁潘頓咧係有心 set 死嗰隻競進天下，咁不過競進天下呢場咧都贏唔到嗰隻全程路通嘅，就睇個走勢贏唔到，咁最多位置嘅啫。咁都好啊，理論上係咪有個位置都好噶嘛？咁另外一方面咧，呢隻馬咧喺日後咧，我都係會偏向買位置居多，因為都係跑嚟跑去都跑過閘馬噶啦，5班全程路通，除非係有升咗班嘅啫，唔升班跑嚟跑去都揾個靚妹跑，咪又係咁樣做咯，抄啫嘛。咁嘅
競進天下都係咁樣做咯，係唯一嘅就係移出外檔好衝啲咯，但係衝多幾多個馬位啦，仲要衝多兩至三個馬位都係贏唔到㗎，係嘛？咁所以咧呢隻馬咧我就會日後咧會偏向買位置啦。好啦，另一隻白鷺金剛啦，呢隻馬我上次同大家講好好馬啦，我咪話俾大家聽呢隻馬要增程咯，我咪話俾大家聽呢隻馬要留後跑咯。上次輸係跟得太前，咁大家可能有一個好奇怪嘅問題，咁留後跑同隻馬跟前咗有乜分別啫？佢既然都係好馬，既然有後勁啦，咁跟前咗，咁末段咪仲容易贏咯？唔係，錯啦，因為馬有馬嘅本質同埋特性，有好多馬咧係中意咧舒服自在咁樣跑，啊，呢個白鷺金剛就係呢一隻啦。白鷺金剛呢次贏2個馬位，我話俾大家聽，佢可以贏4個馬位。喺第4班留佢唔住，第3班一樣醫師執。你信我講啦，我睇咧潘頓下次一樣勾佢翻嚟跑。好啦，咁大家會問我呢個星期六買咩馬好咧？咁好，等我飲杯水先，飲完杯水我就會話俾大家聽，呢個星期六我買啲咩馬。嗱，知恥近乎勇，咁啊，阿霍仔就俾人睇咗眼眉啦。呢次白鷺金剛，咁未必係佢嘅錯嘅，咁啊，好，我買翻佢，我就買阿霍仔第4場6號嘅大千紅心，我覺得呢隻馬咧，亦都係隻好馬嚟嘅。第4場6號。大千紅心啱就拎去洗，唔啱就擺低。好啦，咁另外講翻啦，我嗰個贊助人，佢好中意唱歌嚇，佢咧就喺好多方面啦，就好樂意咁樣嚇做好多善事，做好多善舉。當你哋幫襯佢整牙嘅時間，你唔好以為佢賺晒你，其實佢有好多咧。都擺翻落去社會度嘅，佢係真係咁嘅人。好啦，咁我就俾一段佢嘅唱歌片段俾大家睇下先嚇，等大家睇下大家認唔認同，睇下佢嘅歌聲能唔能夠引到你哋嘅共鳴啦。多謝各位。咁啊，暖場嘉賓喎，繼續係你喎。你今日同我哋唱咩歌？呂方嘅每段路。好，交個時間俾你啦。好。天有幾高，分起雙手我登到。假若跌倒，更於挑戰再比高。風有幾急，但我願為這青草。想在遠方中每段路。海有幾深，卻見不到這孤島。身內有心，應知擁靠兩手波。心有幾偏，但我願能企得到。走盡我一生每段路。